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上集我哋講過香港娼妓業嘅歷史，仲提到塘西記寨嘅輝煌時刻。咁一個地方可以咁出名，咁多人湧去，梗係有佢特別嘅玩法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就要簡單介紹下塘西記寨到底係點樣玩啊。記寨其實係有分大寨、小寨同埋炮寨，有上流同埋下流之分。咁炮寨嘅質素呢就好低劣嘅，幫襯嘅過程呢毫無花巧同埋禮儀可言。平民就最中意幫襯啦，有錢就可以下流。而塘西呢，主要呢都係做上流生意，就冇乜炮寨嘅。咁一般嚟講，大寨嘅地面大多數都係鋪面廚房同埋拜神嘅神廳。2樓、3樓就係妓女嘅閨房啦，而4樓就係佢哋主要嘅揾錢地方啦。咁就係用作擺設酒席嘅執寨廳。即係當你好中意一個妓女啊，即係沉船啦，你為咗博佢同埋佢嘅閨婆歡心，你就要去妓院度擺翻幾圍啦，仲要請全寨嘅妓女添。不過最緊要嘅就一定要注明嘅，呢個寨廳係為邊位妓女而執，而單靠記寨嘅執寨廳就會出現地方供不應求嘅狀況。酒樓係呢個時候咧就大派用場啦，因為酒樓嘅場面豪華，菜式講究，招呼又周到啊，兼且玩法花巧，亦都有提供召妓服務嘅。咁所以當時嘅達官貴人咧係比較中意去酒樓玩多啲噶。咁除非你沉船啦，你都係翻去記寨嗰度執大廳啦。咁酒樓嘅酒局咧，一般就會係傍晚開始。嗰啲達官貴人、富貴公子就會約埋一齊，坐埋同一張台，先食個頭道，即係4大碗、4小碗嘅頭盤，然後就開始召妓啦，搞旺成個場。當時啲人一般都會揾幾位妓女陪坐嘅，陪酒通常稱之為後土喎。如果你後邊冇人陪坐，其他人就會笑你身後蕭條。你知啦，中國人就係死要面，佢哋就會覺得會好柒。所以一般嚟講，佢哋死都要叫翻一個過嚟陪酒噶啦。至於點樣叫，梗係唔係揾鄭家穎噶嘛，而係要經一張由酒樓提供嘅花薦，又可以稱為局票。喺局票上邊寫下你自己嘅名同個排行，例如係陳12小咧、林8小等等咧。然後咧，再係將花薦中間度寫上妓女個名同埋佢所屬嘅妓寨。最後咧，就交俾被稱為豆粉水嘅酒樓雜役，拎過去記寨收費就1蚊。當妓女收到花薦之後呢，就會出局去酒樓度揾客仔啦。好啦，當後土到齊之後，一早喺酒樓度 stand by 嘅唱腳同埋老橫呢，就會開始唱歌娛賓。成班人呢，就會一邊吹水一邊聽歌。但係咧，後土坐到咁上下之後咧，就會離開一陣，吊下你癮啊嘛。去到11、12點，味道正式上菜啦。嗰陣時咧，啲後土就會翻嚟，大家圍埋一齊，再食8大碗、8小碗。個過程就唔使多講啦。通常都係同啲客仔卿卿我我，餵下大家食嘢之類咯。散席之後，如果有興趣 join 下一場嘅客仔，佢哋就會跟住個妓女翻記寨，跟住就會發現。原來仲有一關要過，叫做打水圍嘅。妓女就會同佢講：你入房休息一陣下，我一陣就翻嚟噶啦。呢個時候，龜婆同埋妓女就會開始打嫖客主意啦。最常見嘅招數咧，就係留低個客仔喺間房內等，妓女咧就會拎埋同班姊妹打牌。喂，呢個時候你自己醒水啦，叫多幾盤水果，你就唔使等咁耐啦，就可以快啲做到想做嘅嘢啦。呢啲就係嗰陣時嘅玩法啦。咁香港禁娼之後，究竟係咪就咁玩完呢？定係可以再度翻身，東山再起？呢啲精彩內容，我哋會留翻喺下一集再同大家慢慢講。多謝各位觀眾收睇啦，下次再見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啊！